同样啱啱時嘅建築，為到自家己嘅事物，該堅持嘅還有劉康義。而喺台灣虎鶴叢書出版社嘅負責人，唔單止出版了300人本嘅武術嘅書，還可以結合台灣超強也一間嘅專業嘅虎鶴書店。雖然唔係按多人會看，韓國按專門嘅書店，實體書店引來營銷嘅時代，還係渠道彩彩。也只嘅係台灣學會人唯一嘅副店虎鶴書店。還係國外學會人來到台灣，聽說為其拜訪嘅素材，來看劉康義也20多年來，以慶陽嘅來傳揚佢嘅虎鶴理想。中國古代武術欠那同點血，無做客家功夫。看那過去，書可以看幾千本都係武學嘅書，所以想得到練功書也大部都有。很多的老前輩，哦，他們在一生學武術，哦，到最後的時候，他會很希望，千希望說，講佢這個嘅東西做得留本唔下一代，哦，這個是他們的希望。哦，那也是說我們說希望能夠幫他們做的工作，哦，所以看台這邊的書這麼多，當然是包含了台灣跟大陸跟海外的一些出版社的書。暑假當過除咗各出版社寄賣武學嘅書，還有一期做親係劉康義自家出版嘅，前特別嘅係其實創辦台灣頭一本武學雜誌，按到台灣武林出版嘅40人期。這邊都是我們出版的，那這本就是我們2000年開始辦一個台灣武林雜誌，啊，但是辦雜誌跟出版事實上有完全不同的類型，啊，因為雜誌是面對的很多的群眾，但是因為辦雜誌的關係，讓我可以很深入的走到武術圈去。認真辦雜誌，劉康義搭許多實體主題，在前看到台灣民間熬夜，甚至到假視野行咖啡，安分武學劉康義，其實背景同武術全無關係。家族啊，或者是我自己的學習的那個過程裡面，跟武術是一點關係都沒有，我馬管黑了。我認為說不是我選擇的武術，是武術選擇了我。當然在你來做選擇的時候，你可以有很多東西可以去做選擇，你不一定要做，你做出版也不一定是做武術這個主題。所以我到現在我一直認為就是說我是被武術所選定的。因為武術一直以來都是比較冷門的。那他們不太願意花太多的錢在製作武術書籍上。那劉先，我跟他接觸之後，發現他對這些書的要求是跟一般暢銷書一樣，不管是設計，還有裡面圖片的清晰度、品質上，他是非常高規格的要求。一般出版社也會出版武學書，不過劉康義要求行較高。王同慶係劉康義合作嘅伴，佢看劉康義對武學書嘅出版，頭下馬動心，稍後編輯音，到最尾變做使命。劉康義自細做好看書，尤其係武學類嘅，下後還一套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。佢對民國81年退伍過後，就落去重慶南路嘅書店街，3年過後設開武學書館。都有27年來，看定書店街光景越來越唔好。那27年前，這邊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。在重慶南路的兩邊，樓上樓下有很多的書店跟出版社，那時候算是還是很興旺的時候。那現在27年之後，事實上這條街上大部分變成商旅，它已經在沒落。我記得我是從美國回來，什麼人介紹我怎麼認識他，約他這個咖啡店裡頭。喝杯咖啡，這樣子開始我們的友誼啊。後來我也回台灣來了，他的武術書館也創辦，不得了，不但是做書的出版，啊，他也讓武術界有個地方可以寄售武術界的出版物。今年80人歲起記寫動多書，還是做過美國武術總會研究委員會主任，係國內外有名武學大師。今年是劉康義幾10年來，更成熟嘅長期發揚武學堅持。你就是蹬力，不要發蹬。蹬力有一個缺點會這樣子，你蹬上來，這樣就沒了。你會栽，因為你蹬力我不用去借你這個力量，你蹬力我就往旁邊一帶就沒有了。
刘康义书店还能够安排练武工作室，加上学生嘅来对答交流。加个学生嘅对20岁到70岁都有，學府清長有30年。劉康義唔係搞夾到呢隻門派功夫，點都會打破門派，用禮法，比如講冇用肌肉發力，改用筋骨，對觀念嘅改變。每個人小時候都有武俠夢啊，他跟別的武術不一樣。我也練過吳氏太極拳，練了8年，可是感覺就是說不能用。但是在劉老師這邊學了以後，發現，我把它融到吳氏太極拳裡面，發現招式都變得很厲害啊！你用肌肉發力，永遠是比普通人強一點，但是比高人弱一點。我們教理法裡面強調4個元素，認知就是認知、慣性、力量，到最後是形式。那一般我們看到的動作就是屬於形式的範圍。可是很多人學了武術，學了10年、20年之後，他碰到一個瓶頸，這個瓶頸可能是身體的老化、衰退，可能是學習的過程的一些東西。人講一理通百理用，劉康義用20年來想法，寫武學書館無議略，佢認為一般門派交通做大橋冇錯，行較重要係知道自家合適乜嘅理法，正經武林同內咯。佢講其實做到自家情感調度。真正的武林應該就是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是武林了，頂多就是2個、3個就嫌多了，就是志同道合的，像你跟你師父或者就是1、2個人、2、3個人的時候，真的可以敞開心胸來談的時候，這個是武林。3個人以上可能就變江湖了，因為有是非了。所以日本的空手道的源頭就是這個東西。可是目前在日本所傳抄的都是黑白的，都是線條沒有彩色的。你看，它這個東西是補過的。同正常嘅琉球武皮之野拉開，日本講喺日本武術空手道嘅聖經，係也世界上搶有嘅財飛本。劉康義咁樣是用一個假使，同意咧移民美國日本武術家買來。那個日本喺1896年出版，德國人記錄清朝武技之徒同中國武學開業嘅整本，從一種全世界搶有武學古書。劉康義做嚟講係用錢成家買進來。我今天還買了2本書啊，除此之外呢，我常常叫學生來，他的名片我拿了不止1張，分給人家。有的甚至是外國人，他不識中文，美國人也有，德國人也有啊，我也介紹他來。你看看這個環境，我們台灣武術界有這麼個地方，這是多麼難得的。請問大陸有嗎？再過幾年，50歲、60歲、70歲，事實上我做武術以來，這幾年我就是認命了，我沒有退休的這種打算跟念頭，就是說能做到幾歲算幾歲，做到不能做為止。就是說，哪怕是我們這個書店的經營，有可能交給下一代、交給別人的時候，但是我還是依然會在這個領域裡面。劉康義一出記得展開武學書館世界，聊錢聊到僵，還願自家做嘛安好武學咯。等佢知道冇可能賺錢過後，點都定靜下來，清清楚楚自家使命感。佢想同台灣武術留下一份田，再用自家理法，尋到강야武學嘅新生命。